我把 U 盘里的账目摘要打印出来，装进信封。信封上写着宋瑶亲戚。第二天，我约宋瑶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你又想干什么？穿着宽松的卫衣，小腹已经微微隆起。坐下。我把信封推过去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。他打开信封，抽出那几张纸，看了第一行，脸色变了；看到第3行，手开始抖。你造假！整个咖啡厅的人都看过来。你可以查。不可能，顾言不可能骗我。他连我都能骗7年，为什么不能骗你？他的眼眶红了。我怀了他的孩子。所以你应该知道真相。他站起来，椅子到了，走了2步，又折返回来，拿起那几张纸走了。